曾任第2、第3屆嘅世界太極修練大會武派嘅太極拳嘅導師，河南省鄭州市武式太極拳嘅研討會、美國武式太極拳嘅研討會、北美洲武派嘅太極拳總會嘅名譽會長。吳老師除咗教授學生之外呢，更加培育後輩，更加應邀向各大嘅學生同埋中年人、老人家傳授太極拳。1988年第5屆嘅中國永年國際太極拳聯誼會係頒授咗特級大師嘅稱號俾吳老師嘅。好多謝吳文漢老師。